阿媽 Pr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媽同大家傾創業。今集會同大家講解加盟一啲24/7自助洗衣店當中所需要注意嘅地方。首先，我哋從自助洗衣店嘅背景講起。店鋪多集中於陌生住宅區附近，原因無非係租金比較平，以及更重要嘅係更方便目標客戶群。客戶每宗嘅平均單價相對低，以大約50蚊左右嘅價格進行每次服務，而平均耗用時間亦喺30至40分鐘不等。咁樣計嘅話，即使店鋪嘅產能已被完全利用，每小時所製造嘅營收亦都係有限。假設分別4台洗衣同乾衣機，平均每小時嚟製造最大營收就係50蚊乘以2，而每半小時計乘以8台機就等於800蚊。假設每日平均做2至3輪，即每日營收約1600至2400蚊，取個中位數就係2000蚊。相比較下，承租能力必然比同樣以3商店、石油氣同煤氣供應營運嘅餐飲業弱。站喺業主方立場，租戶嘅業務性質係直接影響佢嘅承租能力，咁當然都係佢哋嘅考量之一。下集再同大家講下加盟呢啲自助洗衣店嘅其他注意事項。今集我哋繼續同大家講下加盟自助洗衣店需要注意嘅事項。當加盟自助洗衣店喺選址嘅時候，需要了解當地居民嘅特質，例如是否以年輕家庭或者個人住客為主，可以透過住宅嘅密度同平均單位面積去判斷。由於部分單位可能無法容納洗衣機或乾衣機，呢啲住戶就可能會選擇幫襯自助洗衣店。除咗個人客戶，商業客戶如美容院、髮型屋、按摩店等，亦有頻繁清洗毛巾等需求。自助洗衣店可以滿足呢類型嘅商業需求。隨住人手短缺問題加劇，自助洗衣店因為自動化嘅優勢，逐漸取代咗傳統洗衣店，而且無需人力管理或大量儲存空間，減少經營嘅負擔。喺開設自助洗衣店嘅財務預算上，主要包括3部分：機器費、裝修費同場地租賃嘅按金。如3案一上，香港嘅洗衣加盟店通常需要支付一次性嘅加盟費同埋購買機器，部分加盟主亦會提供按月租嘅機器選項，降低入場門檻。此外，每月特許經營費一般包括後勤客戶服務、機器維修保養同保險等。下集再同大家講下加盟呢啲自助洗衣店需要注意嘅事項。承上集，到底作為洗衣加盟商嘅各位有咩地方需要注意呢？ 1. 確認品牌或專利嘅擁有人。加盟嘅核心無非就係看重已建立品牌嘅歷史同聲譽，所以應確保品牌或技術有合法註冊，並確認註冊持有人是否為加盟主，以保障加盟利益。 2. 釐清加盟合約條款，針對加盟方注意合約中嘅責任條款，包括費用、一次性及持續性、營業限制如商品、地域及供應商限制、合約終止及續約規定等。 3. 釐清加盟合約條款，針對加盟主。加盟主喺加盟協議上提出嘅責任，例如提供嘅技術支援同市場推廣等，應確保有關支援能夠及時同埋充裕，以協助加盟商日常運作。 4. 確認機器狀況。自助洗衣店嘅靈魂固然係嗰啲固定資產，即洗衣機器，所以應檢查機器是否有生產廠家嘅保養，並了解市場價格、產能、平均壽命同保養條款等。最後提醒大家，謹記做足前期查冊，避免不必要損失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啲知識嘅分享，麻煩 like、share 同 follow 我哋會定時為大家分享有關頂養生意嘅知識。最後提大家，你哋而家睇緊嘅係阿麥爬 Almo Pro。